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跑馬仔講時事啊！前排廣東揭陽發生咗一單好轟動嘅新聞啊！四個未滿14歲嘅細路啊，將一隻流浪母狗同佢3隻 BB 殘忍虐殺啊！因為施暴者未成年啊，官方最後只係將佢哋送去專門學校接受教育，法律上係唔使負任何刑事責任嘅。呢個結果啊，令到全網群情洶湧啊！好多人會問啊，點解未成年就可以成為免死金牌？但係其實，如果你有一直留意內地嘅動保新聞，你會發現呢個問題嘅核心唔單止係未成年，而係成個國家對虐待動物呢件事啊，根本啊缺乏有約束力嘅法律保障。今日我哋就將目光放遠啲，睇下近年發生過嘅其他轟動案件，睇下法律真空究竟縱容咗啲乜嘢。用一個最令人發指嘅例子啊，就係2023年內地一個擁有過百萬粉絲嘅美食網紅傑克辣條虐貓事件。呢個人啊，表面上係一個正經嘅 KOL 啊。但係原來暗地裏啊，佢會喺樹林啦、賓館呢啲地方，用極度殘忍嘅手法啊，虐殺貓隻啊，仲將成個過程拍晒片啊。當事情曝光之後啊，大家先至發覺啊，原來佢唔係單獨犯案咁簡單啊，件事啊牽扯出一個好龐大、好得人驚嘅地下虐殺動物產業鏈啊。有班人啊會喺網上接單啊。專門定製呢啲虐殺嘅影片，然後放上暗網或者收費群組賣錢，謀取呢個暴利啊！最令人無奈嘅係咩啊？因為內地冇反虐待動物法啊，警方啊最後只能夠用尋邀滋事呢啲治安管理處罰法去處理啊，拘留佢幾日就算。大家諗下，對住一個背後有龐大黑色利益鏈嘅行為啊，只係拘留幾日啊，違法成本咁低啊，邊可能有阻嚇作用啊？對法律嘅無力啊，民間啊唯有用自己嘅方式啊去懲罰施虐者啊，守住道德嘅底線啊。今年年初就發生咗一單好有象徵意義嘅事啊，有一個東南大學姓徐嘅大學生啊，喺宿舍度虐貓兼拍片上網啊，之後啊佢報考南京大學物理系嘅研究生啊，即使啊佢初試嘅成績非常優異啊，但係因為虐貓事件引發咗公眾極大嘅抗議啊，最終啊南京大學以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為理由啊，拒絕咗佢嘅錄取嘅。之後啊佢轉考蘭州大學啊，同樣啊，因為強烈嘅輿論壓力而落榜嘅。呢個案例喺內地其實比較罕見啊，係少數施虐者真係因為虐待動物而喺個人前途上邊付出咗沉重代價嘅例子啊。網民嘅集體抵制啊，發揮咗一定嘅作用啊，但係大家要諗深一層啊，如果每次都要靠社會輿論去網暴、去施壓，先可以令施虐者受到懲罰，咁法律嘅角色喺邊度呢？社會嘅公義程度又係咪出咗問題呢？除咗個人嘅施虐啦，有陣時啊，制度上嘅處理手法啊，亦都被大眾質疑係另外一種形式嘅虐待啊。2023年啊，四川成都啊發生過一單洛威拿咬傷女童嘅嚴重事件啊。事件發生之後啊，全國啊多個地方嘅基層部門啊，即刻展開咗大規模嘅捉狗行動啊。出發點啊，可能係為咗保障市民安全啊，但執行落去嘅情況就完全失控啊。好多冇攻擊性嘅流浪狗啊，甚至係有主人拖住嘅寵物狗啊，都被保安啊或者執法人員啊暴力捕捉噶，甚至當街打死啦、毒死啦，呢種極端啊一刀切嘅執法方式啊，引起咗極大嘅民憤啊。呢啲粗暴嘅處理手法啊，其實反映咗管理思維上嘅落後啊。保障人類安全同埋善待動物其實唔係對立嘅，
缺乏完善嘅法律同埋人道標準去規管啊，最後只會演變成麻木嘅撲殺啊。有時候會聽到人講，連人都未顧得掂，搞咩動保？但係其實保護動物就係保護緊我哋嘅社會。心理學研究一早指出，虐待動物往往係嚴重暴力犯罪嘅警號。一個社會容忍對弱小生命嘅殘酷，其實就係降低緊整個社會嘅道德底線同安全感。甘地講過，一個國家嘅道德進步程度，可以從佢哋對待動物嘅方式睇得出嚟。由虐貓網紅到大學生被拒錄，再到近期嘅揭陽事件，每一單新聞都喺度響緊警鐘。雖然往往一家嘅遭遇令人心碎，但係如果你問佢，我覺得佢未必淨係想大家記住佢嘅慘劇，佢可能更加希望佢嘅犧牲可以換嚟改變，就好似有人幫佢配嘅嗰句對白咁，叫佢講多謝大家為我發聲。我哋發聲唔單止係為咗動物，亦都係為咗一個更文明、更健全嘅法治社會。希望反虐待動物法可以早日出台，等施虐者真正受到應有嘅懲罰。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如果你都覺得呢個議題係值得關注，歡迎留言同我討論，記得 CLSS。我哋下次見，拜拜。